咚咚咚咚，哇！東華幼稚園奇趣頻道。從前有一日，東華三院學校入面發生一啲好古怪嘅事。每個小朋友都神神秘秘去同一個地方，拎住同一樣嘢行到嗰度，摸一摸，再摸一摸，究竟發生咩事呢？等我哋抹乾成個舞台先，等舞台閃靈靈，等我哋閃閃發光。東東，你哋到底喺度搞乜東東？東華天才跳舞大賽。除咗有學術表演之外，亦都好注重小朋友各方面嘅發展，就好似一個舞台嘅設施，就係想刺激小朋友嘅運動同表演潛能，啟發小朋友唔同方向嘅可能性。下一個天才舞蹈家可能就係你啦！睇我哋嘅片，記得睇埋下面嘅連結，延伸閱讀，吸收更多育兒思想。